来，乡亲啊，刷来看这个国民党公布高雄的左营南仔溪立委初选的民调，是现任的市议员李美珍伊的民调上悬。但是另外一个市议员陈美娟认为，两个人敢若差0.15%，所以向党中央提出着申诉。啊，讲有争议的，也阁有第6选区，讲这个市议员陈美雅敢若赢黄孝庭一通电话，黄孝庭嘛提出申诉。 关注含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共去影片抢选战，高雄市议员李明珍顺利伫咧党内左营南仔溪区立委初选的民调赢，不过即马所传出对手有交期，因为差距太小了。 国民党浙南区立委的初选结果出来，刷出现争议。现任的市议员李明珍、陈美娟等内定招拼，尾后由李明珍赢，两人敢差0.15%。陈美娟嘛暗算提出申诉。对别人的心情，我也能够感同身受。那我也尊重参选者的申诉权利。 第6选区嘛有同款的情形，陈美雅赢，不过和对手黄孝庭差不到100%。黄孝庭提出申诉的原因，和这场造势大会有关系。 拜托大家也请说出唯一支持陈美雅。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只好伫咧红山办造势大会，陈美雅做主持人，黄孝庭这期民调的结果受影响。在同一个民调机构所承办的造势晚会上担任主持人。 这样会影响民调结果，最后证实结果被影响了。民调的时间以及机构，还有所有的民调题目，都是3个人共同的决定。他不把初选的结果提报到党中央去办理完成提名的手续，我表达非常的不满。 另外，身为提名审查小组的高市党会理事长萧汉俊不满，第6选区的民调已经公布，市党部所以伫外填报中央协调，骂市党部无关照，宣布退出提名审查小组，让南营高雄市立委初选出现分裂的危机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。 崭新视野。